你小子今天干嘛呢？这儿混呢？李玉松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？如果你再这样，我就告诉廖老师。你告诉你告啊！你告去你！滚！明天这时候给我送药过来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蜀道难。找一个同学来背诵下课。安静的同学，你来背诵一下。噫吁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在同人烟。昔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得北边。背诵的很好，一看就知道昨天晚上好好预习过课。这种精神要发扬下去。接下来由叶玉红来背。钱呢？没钱！李东，在干什么？廖老师，这都出了校门，你管那么宽干嘛呀？你是个学生啊，你看你像什么呀？拿起刀，你欺负周安干什么？你说你这学校跟我啰嗦算了，这出了校门了，你给我磨叽什么呀？这么厉害？这么也是维持治安啊，抓小偷啊！你看你个怂样！你说篮球联赛你不支持也就算了，你现在给我上课呢，你累不累？你少给我吊儿郎当的，你是黑社会啊！不瞒你说，我还真是黑社会。我老大，大头哥和卷毛哥，你听过吗？所以说，少我听。你给我过来！别动！什么大头卷毛的，我听都没听过啊！他们可是那樊老师，你可别让他们见到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倒是想见见他们了。怕你瞧不起。怎么会？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敢爽啊！今天晚上我请客啊！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说上车走。